下係分別由幾位告密人提供嘅內容，我哋會代入佢哋嘅角色去演繹。而內容講嘅日式寵物美容店簡稱 PP， 呢乜停會簡稱吳小姐。PP 嘅賣點係日本美容師，日本姐姐 A 小姐係 PP 嘅台柱。咁雖然 A 小姐收費比本地美容師貴幾百蚊啦，但係仍然非常受歡迎。佢嘅熟客呢，佔咗美容店6至7成嘅生意額。大約由2022年開始，A 小姐同吳小姐關係惡化。A 小姐藉口準備生仔，要求減工作量，1星期返3至4日，每日只係剪3隻狗仔。如果唔接受就辭工。吳小姐知道如果客人 book 唔到 A 小姐，一定去第二間，所以佢諗咗條要我哋剪 A 小姐嘅客，但係收日本人價錢。佢話唔使驚啲客唔識睇唔識分邊個剪㗎，仲教我哋話俾啲客人聽閉路電視壞咗，同埋美容房落晒百葉簾，唔俾人見到就過骨，要我哋扮係 A 小姐剪，搞到我哋壓力爆棚。咁老實講 ，PP 啲客人對我哋好好，信我哋而家咁樣去A 人覺得吳小姐好衰，所以全部人鼓起勇氣向吳小姐反映。但係佢話呢啲係公司嘅政策，幾時輪到你哋出聲？俾佢嘅客，我哋大概記得有 Mochi Cotton、Charcoal Mimi、Coco 希希，仲有其他。阿拉係仲有 Charlie Nala， 知道佢佢，要佢退回 deposit。我想話俾你聽，吳小姐咁筍攤肯對錢，係因為佢知道對方比佢仲有財有勢，同埋 Charlie 個契媽同佢係同一層大廈，住樓上樓下。聽咗佢電話之後呢，咁佢就同我哋講，就話想我哋將之前你哋喺度嘅 deposit 呢，就想攞翻走。咁我唔知你知唔知道有呢件事？我知道。係啦，咁我哋其實咧係可以安排翻退款嘅，咁但係就可能需要你哋簽翻一份文件，咁就係話因為收到我哋前度嘅員工嘅電話，咁所以咧因為咁樣咧就想退錢。係。好多時啲價錢係海鮮價，知道嗰個客人使得起錢嘅就收貴啲，孤寒計較嘅客人就收實價。佢就係一直都咁樣做生意。